大家有冇諗過考古學家係點樣知道一件嘢係幾耐之前嘅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胡思亂想。今日就想同大家講下碳14定年法呢種考古方法。碳14定年法呢一種年代鑑定方法係透過量度物件中碳嘅放射性同位素碳14嘅數量，從而獲得有機物嘅大約年齡。好啦，咁佢嘅原理究竟係啲乜嘢呢？碳呢一種元素有3個同位素，兩個穩定嘅同位素。碳12同埋碳13，仲有一種具放射性嘅同位素，碳14。具放射性嘅意思就係佢會因衰變而減少。碳14嘅半衰期係5730年，即係碳14需要5730年去衰變一半，而佢就需要5730年去衰變剩翻嘅一半，如此類推。因此，碳14定年法係可以定斷出最早至5萬年前嘅有機物。咁點解碳14可以用嚟定斷有機物嘅年齡呢？呢個呢，就要從碳14嘅形成講起啦。碳14係喺大氣層中由宇宙射線同埋大氣層中嘅氮氣所產生而成嘅。喺大氣層入面，碳14同埋大氣中嘅氧形成二氧化碳，咁呢植物就會透過光合作用獲得碳14，而動物就透過植物或者其他動物攝取碳14啦。咁呢一個過程會喺動植物有生之年一路進行，直到動物死去。咁直到佢哋死咗呢，佢哋就會停止同大氣交換碳14。咁於是佢哋體內嘅碳14含量就唔會再提升。而因為碳14係放射性嘅，咁佢就會隨住年月嘅流逝而衰變減少。因此就可以透過碳14嘅數量，透過一啲嘅校準，從而得出動植物死去嘅時期啦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我哋下次再見。